呂方呢日現身深圳出席新歌發佈活動。呂方自從做咗爸爸後就錫到女窿，更不時會喺社交平台分享同個女嘅相處點滴，連佢嘅新歌亦以父愛守護童真做主題。呂方更透露，女對唱歌好有興趣添。佢有天分嘅，佢即係唔知點解佢平時好中意唱歌，我冇叫佢唱嘅，佢自己就要唱歌，或者睇完嗰啲手機之後咧，佢自己喺度唱嘅，佢好有天分。咁但係你話至於有冇即係諗住培養佢啊？咁我暫時就未諗，因為我覺得佢而家仲細，即係等佢再大啲，等佢知道自己究竟中意乜嘢，先至去決定咯。呂方喺活動上亦宣布會喺大灣區開 show 嘅好消息，佢都好期待同內地歌迷見面互動啊！冇啊，因為我咁多年冇喺呢個內地開演唱會啦。咁今次其實我係最希望，即係點解會揀咗大灣區呢？因為第一，我好多粵語歌，大灣區大家都比較熟悉。咁當然又近香港啦。咁我覺得即係呢度嘅觀眾同我好似有一種比較近距離嘅感覺啊！